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乌头毛变白头鬃，青春对镜头边流去，乌头毛一时变作白头鬃，日光对树叶旁压落来，一线的小路寻无着，只有凄凉的乌寒徛伫门窗，无边无际暗暝，当时才会有肉母光。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乌头毛变白头鬃。选入去，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背后的心情故事。这个乌头毛变白头鬃，我是咧写时间走甲足紧。咧感叹时间过伤紧，咱这个头毛少年的时是乌头毛嘛，到老就是白头鬃咱不知不觉想到乌头毛，那变白头鬃就是时间过去有人讲10000年10000年念咪老10000年念咪几岁就有的讲什么10000年念咪会当领中央节敬老的礼金嘛，哇，才知影讲一时就变遮老，一时时间过遮紧所以讲这是有一点感叹日光对树叶旁压落来，日光是哪会对树叶旁压落来？这个日光不是用射落来表示这阵是安怎软硬尔。毋是像迄个天气足热的时，天气若足热，迄日头足炎的，伊是那像会插人，所以爱用射或者用压，表示讲伊这是较软硬一线的小路寻无着，是安怎一线尔就是天气冷冷寒寒所以迄个软硬一时就过啦，嘛无通介久啦，所以咱像讲说一个就过去一线小路寻无着，这个一线有代表这个日头足紧就过去，嘛有代表讲这个什么时间过了足紧，什么代志你想要做拢无做，还是讲什么代志想要互伊安怎较好拢寻无着，有迄个机会拢无寻着所以嘛有一仔感叹时间过了足紧，嘛是咧甲咱讲即阵是天足寒足冷的时阵所以呢，即阵即个凄凉的乌寒，即个乌寒是心和即个天气拢有关系，心感觉会凄凉，嘛会乌寒，无边无际暗暝当时才会当肉母光是什么意思？天拄好，特别拍曝光的时，日头花拄好要出来迄个时，就是肉母光，天拄光，迄个光，日头的光代表大自然日头的光照入来，嘛代表咱的心境当时才会把这个凄凉赶走
有迄个光明的所在出来。日光对树叶啊芳压落来，这个压吼压安怎写啦吼？伊是提手边甲一个日夜的夜，日夜吼提手边个夜夜间的夜吼，叫做夜啊。什么叫做夜？咱这提手边，所以咱物件是用手的动作，比如讲什么用夜，夜刷啦，夜镜子啦。也石头啊啦，这样的也。青春对镜头仔边流去，乌头毛一时啊变做白头鬃。刷入去，咱邀请圣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的心情感受。韩晚即首即个乌头毛变白头鬃，将阮这老伙仔人的这种心境写甲非常的突出伫即个所在，我是感觉讲，人渐渐啊老的时阵，你无啥发觉，一直到讲你规个头毛白苍苍了后的时阵，就感觉讲时间真正是完全消失去安尼。所以伊即个诗咧写的时阵伊用过一种慢慢啊伫咧行，甲忽然间迄个等于迄个结论拢摆伫你的头前，安尼来开始来伊即首诗的即个催摆安尼就对伊讲青春对镜头仔边老去，就是讲人若老，伊毋是敢若一个现象伫遐开始咧消失。伊是身体各方面拢伫遐伫咧变化，伊用即个砖头迄青春伫迄个所在老去，迄老去有啥物物件老去，你嘛毋知。你双手一个看的时，你砖头可能是色水较无共款，可能迄砖头开始较无像古早时代遐尼幼、遐尼绵，尤其是作者是查某囡仔所以伊即摆会感觉讲，透过即个砖头的无共款，来表示讲青春伫遐实际上是渐渐伫咧消失。无去讲乌头毛一时啊变做白头鬃，迄就种突然间，行一个石，规头壳拢是白头鬃的时阵，伊才感觉真正时间到。即个所在足想讲要好好来遮，总是爱将个。青春的这个尾流解救，我都甲扭一下安尼，但是无啥可能。伊用过一个日光对树叶芳压落来，想要安怎去甲神起来的时阵，伊讲一线的这个烧落神无着，迄毋是干那神无着，你根本就无法度通神。用这个方式来表示讲，真正青春代表热情。但是青春过去了后，伊感觉讲只有凄凉的乌寒徛伫门窗，凄凉的这个乌寒，甲青春的迄种热情，敢若是一个真明显的这个对照。伊佫讲伫迄个门窗边，伫迄个所在到底是要看出去，是要看入来，拢是无法度过来温暖。任何烧落的一天安尼就对，所以伫即个情形的时，伊会感受到讲无边无际的即个暗暝，当时才会有麻木光。所以现实黎明一定会来，但是心灵上深的迄个所在，你足清楚的，真侪迄个愿望，拢慢慢就是无啥物款有法度过来实现安尼就对。无济暗暝，当时才会有麻木光。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
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卢兴忠老师分享心情感受，洪昭文吟诗，曾文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